大家好，我係金特利。今集想講下喺90年代曾經擔任香港首富李嘉誠先生嘅中文秘書，亦可稱為中文文膽嘅楊興安先生。楊興安喺長實工作可視係字字千金，據講年薪超過100萬。究竟佢嘅工作內容係做乜嘢嘅呢？呢條影片會詳細為大家講解。喺睇影片之前，請大家先訂閱我嘅頻道，仲有按讚同留言，多謝。時間大概喺1992年，香港上市公司長江實業集團刊登咗一則招聘中文主任廣告，要求要有20年相關經驗，懂古文，通曉歷史，並能創意寫作，年薪開價逾100萬港幣。呢個價錢唔好講1992年，即使係而家2025年嘅今日，仍然係相當吸引。自然有無數人才去嘗試應徵，最後楊興安排中而出，得到咗呢份工作。楊興安師範畢業，曾經喺中學教書20年，亦都曾經喺香港無綫電視做編劇，有份創作電視劇《上海灘》。80年代末期受聘為金融秘書，後來移民，至1992年初回流香港。從報紙睇到有公司招聘中文主任，最初亦都唔知道係長江實業。當楊興安第一次見到李嘉誠，對方正喺讀自己嘅文章，內容係香港唔應該用簡體字。李嘉誠話：你嘅中文好好，肯定好有前途。從入職第一日起，李嘉誠由始至終都稱呼楊興安為楊先生，長實工作嘅同事專稱佢為老師。1992年，鄧小平南巡深圳，掀起第二次改革開放熱潮。長實要北上發展開發項目，但當年公司管理層多數念英文學校，中文識講唔識寫，會寫亦都寫唔好。李嘉誠經常要穿州過省應酬，楊興安負責為佢準備演詞，試過一星期寫10幾篇。每次嘅演詞雖然都大同小異，但唔能夠千篇一律。除咗負責撰寫管理層日常信函、演詞同文書工作，集團凡涉及中文字嘅嘢，例如公司年報、建案說明書、建案命名等等，楊興安都要參與討論與修改。我嘅工作係受命不受辭。楊興安憶述，當年李嘉誠給予足夠彈性，冇規定返工時間，亦可以隨時增聘助手。佢習慣朝早6點返工，睇遍全香港14份報紙。凡涉及集團、李嘉誠及其家族嘅內容都要撮要，9點半之前擺喺老闆張台度，並影印10幾份俾所有董事。工作節奏急促程度同一般趕截稿嘅傳媒一樣。長實周年大會招待全港記者，楊興安亦都喺幕後。第二日各大報章齊齊刊登報道，楊興安亦都要一撮要交俾李嘉誠過目。電視台直播政府施政報告，佢亦都要化身為記者，筆錄重點交俾李嘉誠。連中國官員轉換亦要知道，否則被問到現任上海市長係邊個，答唔出嚟，唔會鬧你，但自己會覺得好難為情。楊興安形容，同李嘉誠共事，工作量雖多，但每項任務都係表演機會。1992年，李嘉誠獲北京大學頒發榮譽博士，楊興安寫演詞。第日報紙刊登撮要，全出於自己手筆，好有滿足感。即使看似容易嘅日常書信來往，可中亦都大有學問。李先生人脈廣，深交淺交者眾，則不時用詞造句要有輕重之別。楊興安指出，公函唔能夠過於公式，寫信者要用心及有代入感，而且處理書信往來需具備敏感度，即使私函亦都唔能夠掉以輕心。每做一件事都係一個痕跡，要預備報紙有機會登出嚟，第日出事要攞證據，嗰封信就會呈上法庭。佢憶述，書信量大到難以想象，大陸官商界來信最難處理。當年尚未有電腦，佢哋寫信就好似寫書法，而且並非繁體字，係簡體字，每次睇到都會好頭痛。
李嘉誠會尋根究底，用字力求準確精煉。李先生係會自己改自己嘅。一篇講稿，佢講完我寫，我寫完佢改，來回幾十次，改至滿意為止。楊興安表示對李嘉誠嘅中文造詣感到意外，絕對達到中學老師水準，甚至更好。楊興安話李嘉誠嗰一代人嘅中文教育非常好，佢本身記性也好，出身書香世代，父親係校長，喺潮州文化界頗具名望。佢進一步指李先生嗰一代都好尊重文人，能跟隨李嘉誠工作。楊興安直言成長唔少，佢算係我半個老師。後來因為健康問題決定請辭。楊興安形容喺長實嘅時光係一段深刻難忘嘅經驗。離開長實之後，楊興安為佢嘅唐伯虎革命先驅楊衢雲爭取正名，寫咗一部舞台劇劇本《無名碑》，話俾世人聽呢段被遺忘嘅歷史。另外，佢亦都遊走於各大院校教寫作，上市公司請佢教商業文書寫作，教育局請佢教學校回覆投訴信，連前特首董建華競逐連任時候，亦都請佢出山把關書信同文稿。楊興安一生熱愛寫作，80年代曾出書評論金庸作品，並將文稿寄俾金庸睇。後來意外獲聘為金庸秘書。起初佢恃住金庸係名人，幫佢回信時寫得堂而皇之，結果被金庸打回頭，囑咐佢要謙虛啲，字體要寫細啲。中文唔單單係溝通工具，更係指學養。報業前輩施祖賢曾對楊興安話：人只要讀好中英文其中一科，已經不愁冇工作。文字雖然睇似唔值錢，但其實所有行業都需要中文。李先生能夠出高薪請中文秘書，反映出殖民時期香港仍然重視中文。縱使已經離開長實多年，今日仍然有唔少機構及名人請楊興安改稿及撰寫信件。被問到是否按字數收費，佢話唔係，越好嘅中文字數越少，達意即可。楊興安按工時收費，有時只改1、2個字，而最低收費係300港元。楊興安慨嘆，現今政府官員都唔重視歷史，中意讀歷史嘅人，通常中文水平都唔會太差。古文蘊含人生智慧。讀鄭伯克段于鄢，知以退為進；讀河伯取婦學，借力打力，都係政治智慧。香港搞政治嘅人都冇政治智慧。佢痛斥只有亡國嘅民族先至唔讀自己歷史。有人認為讀近代史即可，但有歷史觀念都知道50年內冇真史。中學教歷史，教到毛澤東企喺天安門城樓嗰刻，已經好足夠。好啦，一個唔會做生意嘅文人楊興安，因緣際會加入咗長實嘅故事，便說到呢度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